嘅 Anson Lo 羅漢庭，歡迎大家嚟到我嘅第2次個人演唱會 Kingdom。今晚亦都係錄影場啦，所以今晚究竟用唔用得多，就睇下大家嘅反應啦，好唔好？今次 Kingdom 咧，呢一個構思啦，甚至係舞台上面嘅好多大大小小嘅一啲規劃啦，其實自己由年頭開始就已經準備啦，亦都自己喺度諗啦。今次 Kingdom 咧係同在座每一位一齊破咗亞博嘅紀錄，做咗亞博首次最大都係最長嘅舞台。咁點解會有呢一個成績咧？唔係因為想打破紀錄嘅，其實係因為想等我可以近距離啲咁樣 reach 到你哋每一位唔同嘅觀眾、唔同嘅神童，亦都可以等你哋每一位都有機會可以比以往更加近距離咁樣見到我啦。咁但係咧，我去邊咧？我去邊咧就好睇邊一邊乖嘅，邊一邊全晚都坐實張凳咧，除非係Kingdom嘅King，即係本人話可以企起身，先可以企起身。係原地企起身，明唔明白？你哋啲明白點解咁 cute 嘅？明唔明白？咁你想我行去邊啊？邊都差唔多咁聲。聽講你哋今日返工瞌眼瞓嘅喎，養精蓄銳貨而家呢一刻嘅喎。嗱，我哋練習下先啦，好唔好？練習下3個2一齊嗌下，3、2、1。最後呢一 part 都嗌埋我講到哪個啦？好嘅。喂，嗱 ，run down 上咧，我係要嚟呢邊嘅。所以大家可以講下少少嘅下座。誰未過多緊箍都給合拍，而腳下作只是忘了怎樣停下，努力到連滿意再好的花，亦錯手推翻。全盤跌下，共你仿似有未來，但我扼殺了戀愛，明知從離離別可或你心痛，無人肯收，也照輸送，冰山縱是壓下來，也難抑制我冷湧，愛你是我自招的寶寶虛妄，然而長流惡果，就算得到你後，未能留住你，亦不因我地座。我也
呢個問題嚟嘅喎，做咩咁 high 嘅？咩啊？因為因為你哋咧呢一 part 咧已經唔係變咗溫柔 part 啦，因為咧呢一 part 係變咗做一個拍拖 part 㗎嘛。本身 day one 咧，我同秀榮老師一齊度呢個 rundown 講啲咩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講一啲比較溫柔講下啲歌咁樣。咁但係咧越講咧嚟到第4晚咧，我一出場之後咧已經感受到呢個大型嘅拍拖現場咁樣，因為我都真係唔會同你哋每一位試過約會啦，咁所以咧就以歌寄意，希望呢首歌可以俾你感受到我約會嘅時候我會做啲咩。我會諗啲咩送俾大家，特別約會嘅時候。